为家庭开就不袂哭，求别个减缓，行道加风搁较烦，曲下难题就不袂还，又不是惊。 勇气自会来。不是惊，就算彼岸步也较有脚底人行，思牵思，勇气自会来。又不是惊，又哪会惊？就算风轻台，已晴朗。 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那下面这个看得懂吗？这不也是一道题？嘎嘎嘎！追啦！反对废除工厂，反对废除工厂，还给性工作者劳工权，还给性工作者劳工权，反对无能政府，反对无能政府，还给性工作者生存权，还给性工作者生存权，反对废除工厂，反对废除工厂，社会不公，社会不公，政府无能，政府无能，工厂无罪。工厂无罪。无要紧，同学，虽然即摆拢无人，但是咱爱坚持落去，好不好？安尼大家大家都应该甲咱注意，好不好？安尼坚持，好。来，你继续好，坚持落去，好，莫惊吓，好，来，我去帮你找。反对废除工厂，反对废除工厂，社会不公，社会不公，政府无能，政府无能，还给性工作者工作权，还给性工作者工作权。大哥，为什么刚才那个警察追着你跑？这我唔知啊，这个贼头就可恶的。
明明就申请过啊，搁要来乱，无明记了。不知道北部的抗议活动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怎么有朋友说不是今天？这我唔知，可能有啥物误会吧。昨拄我才甲北部的人讲过电话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一定哦，是一个做酒店的啊，无想要互阮的抗议哦，互电视台注意到，才会安尼。酒店？这你就唔知啦。我以前咧做酒店的时候，乌道、白道拢爱按来，一定是阮即届的抗议哦，伤过车牙去啊，引起地方上角头的不满，才会安尼。无要紧，莫烦恼。咱下一届抗议进前，我先去拍查户，应该就无问题啊。谢谢王大哥帮忙。啊！莫安尼讲，莫安尼讲。恁这募款的状况是安怎？募款现在还在整理，整理完会收到柜子里面。收到柜子里面。对，柜子里面。记得收起来哦。对。好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谢谢王大哥。王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好。小龙，非常好，帮忙挽救我！哎，哎呦，小龙！哎呦，小龙！你刚才快点，快点！乖。拿手来。好。乖。一辈子来做人机会。你讲嘞？我在讲什么啊？会啦。我买的嘞。会啦。買個黃油魚。
现在就紧的啦，钓那玩用哦。乖小，那俩叫嘛是拄过来。好啦，我莫想安多啦，有个，想安多嘛。垃圾。所以哦，唔要看嘞，妈咪来咧。哎呦，哦，够水耶，凤妹，很强哦，好看呢。哎呦，凤妹痛死了。嘿，凤妹，我做人个，唔去学校听说做七米牌、七米鸡，哎呀，动物水甲先生得分辨就得唔同。一样哦，乱讲。父母吼，我已经甲算过啊，伊咧想吐了，伊就爱坐迄个东南风，吼，你考试吼，拢会100分。我听你放屁，你都对嘞。父母啊，去学校吼，我老同吼讲按度计法，唔对么？有点哦，我会骗你的。有。父母，老讲，假使有人欺负，你就不会使客头嘛。我本人伫啊，唔要好欺负诶。切腿莫讲人家的，对吧？唔使客气。哎呀，父妹，这是吼，先啊阿伯吼，今天去那个庙里面求的平安符，挂上去，让你吼考试顺利，学业进步。保平安呐。哦，对啦吼，阮明仔载，阮大家吼要离开啊。来，父妹来，给你个爱的拥抱，来。要打没吧哦，好好读书哈。好好读书。来，这是你的。父母呀，我这来了酒，你来叫，在这坑头，起高保重身体，听到冇？好吗？好，保重身体。baby 啊，父母诶，下摆就要考试加了，多多妈事情就要坚强，对冇？生也待等诶。父母呀。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棋谱，好，我们也都要离开啦，就交给你啦。我会好好保管。好啊，好皮嘛。我看书还没有。我读还没吧吼，对哦。父母啊，阿叔阿姨说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保重啊。很棒哈。来，生日了吼，我给你塞一个，来。先这样啦。来。再见。不错。保重了。我看老师在饭后好读书哦。嘿，你要底好见没对吗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呀。哇，好来，走，好啦。来，咱过来行路嘞。只爱向前行，总会看到天光。把你的毛吃掉。啊，大家不小心的。想吃什么啊？这个好了。谢谢爷爷。两个小姑娘会按 sale 喏。
哎呀，我自己一个人也简单也好啦，1件2件就好了。那怎么？又吃掉了。下一次哈，我再帮你捡几件比较好的啦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妹妹，回转嘞？我来会转了。嘿啦，我们正下得起劲的时候，这么哎呀。下礼拜转来啦。哦。下礼拜转来哈。好了，爷，拜拜。啊，再见。爷爷，不要啦，我们不拿钱呐。我又不是给你的，我要点他。你们常常来到我这里跟我帮这个忙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哎呀，意思啊。爷爷，你有给我那个纸板啊，还有那个不要的那个瓶子，这样就够了啦。谢谢谢谢。乖一点哦，要听话哦。真的呀，哈。啊，骑车小心哦。好。谢谢爷爷。再见。慢慢骑慢一点啊。好。走了。哎，默默，出动了，你哪？在吗？这边啊，过来，上来了。我想用了，什么？我爱用的啦。做买啦？阿妹，做买？阿妹，阿妹。等下以后莫乱走。妈妈，这么赶？冇人走。阿妹。你别激动，咱好啦，好无？啊！我过来。妈，给你。阿妹。给。嘿，阿妹。妈妈，你到底认不认识他？认识啊，他一定认识啊。阿妹，你会认我对吧？阿妹，啊，你母是在创啥？啊？他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是将军。将军是谁？他是谁？啊？我着伊啊。阿妹，你结婚啊？无啦，我无结婚啦。
咱个囡仔。咱无囡仔啦。父母，注意下。借我一下，我去找你妈妈。阿妹。什么？坐较过咧啦，我较过去咧啦。拢你好心哦，念条条。我要去倒？我哪知你要去倒？你对倒来就等于倒啊！我无所在通我去啊。 就不简单要找着你，这个我袂互你走。重哦，慢慢。给宝。不客气，没有关系。哎呀，小心一点啊，太严重了。这给你的。这个是什么？棋谱啊，这是爸爸的。爸爸以前很会下棋哦。哦。不错。是杨大叔叔啊，妈妈说他是苍蝇。这，我来。偷偷跟你说，杨大叔叔以前是你的男朋友。爷，走。去哪里？我们去下棋。哦，是。
会食？毋是要休困啊？好来，嘿，啥物休困啊？你要入去？喂，你就我入去嘛，好啦，咱来休困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臭好心哦，爱带粪扫队啊。莫安尼啦，我下时间投胎吼，就变做蝴蝶啊，好，咱来休困吼。没影子。走。啊无，我困已经。免想，甲你想办法。走。好行。蝴蝶，蝴蝶，真的很想你。靠腰啊！在帮我叫。没想啊！妈妈，都嘛该摸一盆阿嫂啦。问问啦，一点事。就本年啊，你本阿公嘛该动事啊，伊动欢喜的。是不啊？爸爸不嘛该？系啊。哎呦！阿嫂，都嘛该？哎，做嘛该笑啊？什么笑？啊！起来啦！你哪会不敢安尼啦？你唔抓手了？你唔抓？唔是你意想。来啊，收收咧啊！不敢安尼，赶快收收咧！拢甲我收好好，收好清气。气死！好啦。妹妹，吃饭啦。阿嫂，你会分吗？原来如此啊，真是武林秘籍呀！就疼的吼。啊，无啥物感觉呢。真个？对啊，较热啦，较热啦。啊，用这支啦。哎呀，我即马感觉啊，头拄仔个机拄啊好呢，吼。拄啊好哦。嘿，你一叫我干嘛呢？我收起来。我较大力的，你啦哈。得，哦，得。哎，得。爽啦哈。嗯。对，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啦。是安怎一直对我？这10年来，我一直拢在想你，也唔知你走去倒位。我来报纸看到你的消息，我想讲我一定要来找你，想不到真正我做着，就算了。
你是要创啥啦你？哎呦，奇怪呢。阿妹，阿妹，你来咯？你位弟弟啊？有吗？有相爱无？唔知哦，我梦想要看到。哪个生日的？你想去看佢啊？我该生日。大伯，我给你退数，你就唔见退嘞？嘛意思啊？我爱用啦，佢唔就冇想過要用嚟開眼嘅啊？我问你，你敢会记阿昌？什么人？你讲啊！我揸唔住啦，話唔翻佢啊！莫讲话！为你安怎哦？你甲谁讲话啊？啊？阿昌是不是你害的？你敢会记咧？伊唔可以講啦，唔看佢啊，用嚟追條罪命嘅嚇，好冇曉。我講，是不是啦？我講話啦。嘿呐，打佢，唔打佢用咩講啦嚇？阿昌還我啦，阿昌還我啦，嫌我打佢，打佢，哦，打佢。嫌我。好的。你呢？你有人照聽啊？係嘛？有人講。莫講話呀！福妹啊，我跟你讲一下，这个是小孩子最喜欢吃的零食，啊，这个是太太喜欢买的酱油啦、盐巴啦，还有罐头，还有金福面，学生在学校用的东西。文具。文具，对了。爷爷，我知道，这边是小孩子区。对。这边是家庭主妇要用的。那边是文具用品。对。哦，这个你不能抽哦。那我现在可以抽吗？你现在可以是可以了，但是等大家抽完了，你再走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爷爷再告诉你一件事，这里有2种布子，好，这个是今天谁打电话来要买什么都记在这个布子，那这个呢是今天卖多少东西那买什么东西记在这里，我分成2种，这样很清楚吧？哦，对了，我要考你，问题来了哈。今天有个太太来跟爷爷买2样东西，结果加起来是116块。116块。他说没有零钱，拿1000块给我，那我要找他多少啊？1000块。116块。884。答对了，好，有奖。对吧？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哦，给你一个。只爱向前行，总会看到天高。
你无干不到东奇怪呐，你当年啊把那个在保护的，哎呦，我以为种马肚子，变乖了去啊！你打开来看，打开来看。喂，你从哪？你从啥？骗啥？迄钱啊！对倒来的啊！我去赚的钱啊！你去倒赚的？朋友欠我的，我去讨上来啊！你骗笑的哦！你从啥来这钱啊？你给我走，走啦！走啊！怎么啦？你不爱走，我走。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你哪遐自私啦？啊，囡仔敢若免上课，啊免收费，啊免买书包。我没啊，我没用垃圾钱啊。阿妹，你莫安尼，你要相信我。你敢袂记？我甲你讲过，我要照顾你一世人。啊，你甲我讲啊，钱对倒来？是偷的还是抢的？起行啦！张爷爷啊，我来买一包仔盐啦。你自己看哈。那什么？哎呦，啊有配人当好遐重啦，你放咧，我等下仔甲你斗搬，吼。包是偌济啦？爷爷啊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这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我想了，敢若剩我一个人活的，啊你阁无伊，大家拢就是讲是我害死考上甲篡过，我这道袂落去，死个走，死个软。我找你袂着，就艰苦的。后来我拄着一个学生，才互我看到你以前的相片。我为了足想你，
伤是厉害啊！这个酒缸拄着阿舅，我就是讲，我用这伊才安尼啊快乐。他说阿秋是厉害的，我永远都袂原谅你。五妹，在里面，爷爷在这里。妙爱呢？啊？怎么了？爷爷刚从医院回来，腿有点累。哦。红妹乖不乖？有没有上学？有。哦。爷爷啊，过不了几天，要到很远的医院给医生看，可惜没有办法跟你下棋了。哦，红妹，那个第二个抽屉，你帮我打开，把那个资料拿出来。哎，对对。这两个。对。是这个。1994年，日本发生一个很大的空难，叫做名古屋空难。你看，这个是爷爷的儿子、媳妇，还有孙子。很可惜啊，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本来爷爷啊，是这个店要收起来，准备住到这个安养中心去。爷爷，你不要去安养中心住啦，你留这个店。我跟父母都会常常来看你呀。父母，我都得陪你下棋呀。下棋啊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帮我在这个抽屉里面。这个。对。这个。对。这个东西啊，就交给你处理好了。爷爷，不要啦，这个你留在身边，这很重要哎，爷爷，这样好了啦，这个之后再说，之后再说。你还是打气好了，没关系。我跟父母弄一点东西给你吃啊，等我们一下哦。从阿爸考生前，老插布店种下交饭红我妹，红我妹笨蛋无爱，不过傻穷欠记，因为只穷养嘅家，父母嘅想法当较稳听，红我妹总算答应呢。其想安尼咩好，重新来过。做得让阿勇的过去集团哥哥弟弟的感情切断，
所有的心声变作父母的身方。这样呢，红妹妹开始一团新的生活。不用来啊。我这是啊。嘿。你讲都无东西啦。无东西我就睇到了啊。系啊。我改到吼。因为咱差不多点尾好了吼，今晡日过好啊，你就唔是等我摆变上变下了吼。安真西哦。Hello。哦。妹妹，哎，赶紧去。妹妹，你有意思唔到几行？系啊。哎，这先不宜啊，这个是这个啊，将军啊。怎么可以背将军？我这个也可以。哎呦，你不要来乱啊！破绽百出。等下，我们。哦。哎，九号。哦。哎呦。我下次陪你。烦哎，练过再来吧。哎呦。来。哎呦。谁？这也可以啊，你看。好了呀。这样就被将军啦。不然呢？啊？怎么来？昂眼睛，问你。哇，不收，俺自谁啦？拜拜，拜拜。妹妹，慢慢动吧。哦，就你不是也才好当吗？没有。是我害去人关的啦，是我害你无法度做伙啦，拢是我的唔对啦。你甲我去做下种好无？真假讲不假，心拄有假所在，假地方拄是爱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虽然知不心。真爱，不想一条线在电期待爱心，这门不爱行起来。人海啊，做电爱，悠悠通通，显显做地轻爱入光。困电机，人来人往的出。三人爱还在你俩，笑来笑往，皆有爱两万行，一生沿路爱行下顶，hen用伴来多爱心度。花开花落，春去春又来。虽然老奈假心对戏，亲亲又一日不袂转来，不管下风下雨下天下天，爱假心。